简单。现在要掌声有请欢迎我们万荣乡万荣村最可爱、最美丽大妈的年轻少女们登场！原来这才是主角。跟着爱车代表上来不能输，不能输！我们社交距离还是要保持一下。开彩铃。Henny， 不对吗？再来，左右摇摆，摇摆身。那个后面第二个就是来中心的妈妈李晨，举手再一个，新车有没有爱鸟啊？李立春，向前。红叶马远的，红叶的民间村长他不下去了，自己下去跳了。后面自己下去好了。你看跟哇。